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領受主嘅愛，做個愛嘅使者。今日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3章1節。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鑼，響的鈸一般。小故事講到，愛、生活與學習呢一本暢銷書嘅作者利奧，佢經歷咗一次悲劇，先至以宣揚愛為佢終身嘅志願。佢啱啱去到一間大學執教，第一次上堂，學生毫無反應，令到佢不知所措。後嚟發現有個學生坐得好端正咁嚟到聽講，神采飛揚，面露微笑。佢得到鼓勵，令到佢渡過難關。但係後嚟呢位學生竟然跳崖自殺死咗。利奧話：我哋只係教知識，卻係冇教到佢真正需要知道嘅嘢。於是佢決定協助需要被愛嘅人，開始咗愛嘅課程。我哋嚟默想，喺安靜裏邊默默體會主嘅愛，將神嘅愛充滿你，並且學習喺每一日將神嘅愛傳遞俾周圍嘅人，或者一句安慰嘅話啦，一句問候嘅電話啦，一封關懷嘅信，一個擁抱同埋一句讚美，正正係別人所需要嘅幫助同埋鼓勵。今日嘅經文話：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鑼，響的鈸一般。我哋一同禱告啊！慈愛嘅天父啊，你就係愛，係我哋生命最需要嘅元素，係我哋心靈嘅良藥，生命嘅動力。求你嘅愛充滿我哋，使我哋能夠愛周圍嘅人，以良善同埋關懷嘅心對待佢哋，傳揚你愛嘅福音，使更多人歸向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